主后2025年12月14日，西里教会主日礼拜。首先，咱来听下圣经《以斯帖记》第6章第19、21。哈曼就入去，王问伊讲：王想要赐应有互一个人，着安怎做？哈曼心内想讲：王要赐应有互伊的人，当然是我。哈曼就应王讲：王要赐应有互迄个人，着安尼对待伊。王着叫人将王所穿的袍带来，将所徛伫花馆的马牵来，托一个叫尊贵的大臣，甲迄个人穿王袍，互伊骑迄只马，西城的广埕。搁伫伊的头前话讲：王要赐伊应有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王甲哈曼讲：赶紧去，将王袍甲马带来，照你所讲的。对迄个坐伫王宫门前的犹太人末底改做遮个代志，连一项都毋通减。哈曼就甲末底改穿王袍，互伊骑马，西城的广场，搁伫伊的头前宣布讲：王要赐伊应有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兄弟大家平安。大多数人拢真爱看故事，也是看戏。故事中男女主角可能会互歹人，也是环境折磨，也是欺负。有时阵是互人欺负甲忝。然后剧情有豆仔在变化反转，歹人渐渐互好人顶甲走投无路，最后好人大胜利，出头天，戏就完美结束。当咱咧读《以斯帖记》，也有非常有即种戏剧性的故事情节。大歹人哈曼原本不可一世，也一直占上风，搁要害死末底改甲犹太人，总是经过以斯帖的设计反扑，将计就计，互伊跋入伫死亡的陷阱，不得翻身。总是互以斯帖会当安尼做的，其实背后是上帝的引带甲带领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范围是《以斯帖记》第5章到第6章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伫第5章1节到第8节，以斯帖设宴请王甲哈曼。伫以斯帖请犹太人为伊要见王见者的第3日，以斯帖穿王后的礼服，来到王宫的内庭，请求要见王。王看见王后来，就施温往伊存金管仔，温存王后进前来见伊。王问伊讲：你有甚物代志？有甚物请求？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这只是类似俗语的口头话，意思是讲，你安心做你讲，你上要爱啥物，我尽我最大的可能替你完成。以斯帖并无明讲，伊只是应讲，伊要邀请王甲哈曼做伙来赴伊所设的宴席。哈曼就陪王去赴王后的宴席。王第2遍阁甲伊问讲：你爱啥物，我会互你；你要求啥物，就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
以斯帖犹原无明示，搁再请求王甲哈曼过两工过来伊遐，互伊请，伊才要回答王的问题。以斯帖确实是无简单，伊软软仔来，互王不得不非常重视，也真爱知影到底以斯帖伊上要爱什么葫芦内底卖什么药啊？第二段伫第5章9到14节，哈曼设计谋要害死末底改，因可能是食中昼，所以哈曼食饱，伫王宫的门口，阁拄着末底改。末底改毋但无徛起来，也无对伊表示一丝仔敬意。哈曼就硬甲气喘喘，转去因兜，然后甲伊的某甲朋友展讲伊家己偌臭清，有偌大的荣华富贵，阁有真侪囝儿，而且受王提拔诚侪地位上介悬的大臣。其次，伊阁讲两项代志，王予小人煞2工找王甲伊单独联络，总是伊看到末底改即个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看到末底改伫头拄则所讲的一切，就变甲无意无事、无意义。伊的某甲朋友就建议伊通做一支22公尺悬，差不多是7、8层楼仔悬的型架，通好伫过两工请求王甲末底改吊死带遐，然后伊就通欢欢喜喜去赴王后的请宴。哈曼也认同即个主意计划。第3段是第6章1节到11节，王使末底改极大的尊荣。伫迄暝，王困袂落眠，就吩咐太监读历史册大事录互伊听。伫大事录又听到早前末底改救驾有功无赏的迄一段，王感觉着爱做一寡什么来做补偿。迄早起，哈曼早早就来见王，要请求王通吊死末底改。毋过王先开喙问伊讲，王想要使应予互一个人，着安怎做？哈曼掠做王要使伊新的应予，就甲王献主意讲，若是王要使应予互迄个人，着安怎对待伊？着互伊穿王的外袍，坐踮王的马，阁派一位极有尊贵的大臣替伊牵马西城的宫廷，阁着话讲，王要使伊应予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王就吩咐哈曼替末底改牵马做遮个代志，哈曼只好照做。第4段是第6章12节到14节，哈曼的党羽惊末底改和犹太人。伫结束游行了后，末底改犹原倒来王宫的门。若是哈曼受气、忧闷见笑，甲头砍掉咧，阁溜旋倒转去到因兜，甲遮个经过讲互伊的某甲朋友听。因的结论是讲，若起头就输互末底改，阁末底改真正是犹太人，安尼就袂赢，一定彻底失败。因开始惊末底改，也惊犹太人。也伫迄时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紧去赴王后所设的宴席。故事的后续
咱下回分解。艺术帖记第5章到第6章对咱有啥物教示？底下咧讲到着食饭诶代志，讲着设定饭局诶目的甲意义。咱咧读圣经，会当看到圣经对旧约到新约有非常侪诶演写，也是讲饭局诶故事。这通称做一系列诶讲道主题，也是会当做册，也是写论文专题。敢若看艺术帖记，对一开始王后甲皇帝诶怎样设国宴，到伫皇帝甲哈曼诶酒宴，犹太人诶禁食，到今仔日以斯帖皇后办一个王宫礼宴，计谋要除掉哈曼等等，这拢是伫食饭宴会诶场合发生诶故事。这个食饭诶故事有第一摊，阁有第二摊，分做2讲2集诶剧情，是以斯帖精心策划诶大计。有人称这做以斯帖诶访问宴。访问宴是出自中国书记出汉相争诶时，楚霸王项羽设宴要杀刘邦诶典故。后来刘邦有惊无险脱逃，总是以斯帖宴请哈曼，后来却是除掉哈曼，成功解救犹太同胞，成做千古佳话。咱约人食饭有真侪种诶理由，也有目的甲意义。通常透过做伙食饭、讲话、交谊，有诶也透过安尼讲生理，也是交换意见，甲代志达成一寡共识。咱家己中会妇女部伫即几年圣诞联谊诶餐会，也毋简单是咧食饭、看表演，也是讲联谊诶活动，也设计安排见证报道，也透过遮个妇女邀请未信者朋友去遐做伙食福音诶餐会，这是不只好诶餐会，也是饭局。圣经也教咱爱好好安排饭局，因为这是上帝恩典甲拯救诶计划。伫启示录第3章20节，安尼讲，主讲你看，我已经徛伫门外在拍门，听见我诶声来开门诶人，我要入去找伊，甲伊做伙食，伊嘛甲我做伙食。会当甲主做伙食饭，是无比诶亲密、幸福、喜乐诶事。第二，对谈判中无求最大诶利益。当亚哈随鲁王问以斯帖连续2遍，你有啥物代志？要爱啥物？要求啥物？甚至王国诶一半，我嘛要互你诶时，以斯帖连续2遍拢无露出底牌，到第3遍时机成熟诶时阵，才尽露底牌。其实这也是一种谈判诶艺术，邀约政策，互对方感觉，毋管你开出诶最后诶条件是啥物，伊拢必须全盘接受，无阁有讨价还价、划价诶余地。主教咱讲，无求最大诶利益，毋是成就家己诶利益甲权益，是着先追求上帝主权甲上帝旨意实现，就遮个所需要诶物件，拢要互恁。
咱也看到以斯帖伊计谋诶，并毋是家己诶利益优先，是倒无整个犹太民族同胞诶生存权，以及制止哈曼诶恶霸恶行。这也互咱有好诶学习，就是咱爱先看重公益，做利益公众诶代志，了后咱诶事业也会得到。最后伫遮咧讲到着报应有时，主要纪念。伫圣经传道书第3章第10讲，天下万项事拢有伊诶期，事事拢有伊诶时。圣诞节得要到，连主耶稣诶降生也伫上帝有定时间下面来实现成就。加太书第4章第4节讲，毋过时期到，上帝找家己诶囝，对妇人人来出世，活伫律法下，所以万项事也拢有伊诶时期，背后也有上帝诶摄理甲保守。前回讲到末底改救驾，有讲无想，伫即回有讲到着皇帝半暝困袂去，起来听历史册大事录，也听到末底改救驾无想事诶即一段，伊就想要补偿末底改，也拄好哈曼来请求要吊死末底改，也掠做皇帝要互伊搁较大、搁较好诶荣誉。呾遮一连串诶巧合，就的确毋是巧合，是上帝伫纪念末底改，要高升末底改，也为着拯救犹太人来做出场诶准备。莫怪哈曼诶党羽会讲，对立末底改甲犹太人注定爱死去，因为伫这背后有上帝伫做因诶靠山。主耶稣诶圣诞也得要到，今年诶经文诶故事伫提醒咱，上帝毋是单单是过去诶上帝，上帝也是现在甲未来永永远远诶上帝，是永世代咱诶倚靠甲帮赞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也欢喜你来到伫即个世间，成做阮诶救主。互阮也用欢喜诶心来看人生所拄着遮个代志。阮也伫今仔日诶圣经诶中间看到主你安怎透过末底改，也透过以斯帖来拯救你家己诶子民。也虽然伫苦难诶中间，毋过到落尾也有得救诶喜乐甲盼望。互阮诶人生虽然有时阵拄着遮个苦痛诶代志，阮犹原安心交托伫你，因为你是永永远远诶上帝。若是伫过去是上帝，伫现今甲未来，你拢要诚做阮诶倚靠甲帮赞。阮献上祈祷感谢，靠耶稣诶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们。